今天再讲一个少有人知道的谐修编曲技巧，用噪音做乐音。噪音含有丰富的谐波成分，像是白噪音就包含有所有谐波成分。如果用来做乐音呢，就如同用包含所有颜色的白光来做彩虹一样，产生意想不到的自然而丰富的东西。首先用带通滤波切掉低的和高的谐波成分，频响变成山峰，把 Q 值开大，山峰变尖，乐音愈发明显。接下来让滤波器的节制频率跟我们的 MIDI 键盘，按住一个音的同时呢，调节节制频率到这个音上。接下来就可以演奏音乐了。使用指数衰减的音量包络，可以做出水晶碰上岩壁的声音。使用缓慢的弦乐般的音量包络，可以做出水晶之风。带通滤波器的频响呢，只有一个尖，如果换成有无数个尖的梳状滤波，可以做出星河一般灿烂的声音。如果结合那种带动态，比如带音头的噪音，就更有趣了。在不循环的时候是一下的声音，音尾的自然衰减由滤波器天然提供。如果循环的话，弹几个音就会有碎散凌乱的感觉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合成器知识，别忘了给我们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这里是合成少数派，一个致力于分享一切有关合成器冷热知识和趣闻的少数派圈子。我是梦琪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